各位股友，大家好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小米嘅短線走勢、技術分析與窩輪市場機會。小米跌後能彈，技術面浮現曙光，反攻或調整前的假動作。小米01810近期走勢可謂驚濤駭浪，截至今日15日11點18分，最新報42.55元，跌1.5%，反映資金在高位出現一定獲利壓力。不過從技術角度分析，仍可見到一些初步築底的跡象。目前股價正處於10日線42.75元附近徘徊，儘管尚未重返30日線50.203元與60日線46.76元之上，但已有超跌回穩的跡象。MACD 與一目均衡表同步發出買入信號，加上超跌可能築底的震盪信號，顯示底部逐漸浮現。然而，多條移動平均線與保利加通道依然偏弱，短線方向仍未完全明朗。從支持與阻力區間來看，目前首個支持位為 38.4 元，次級支持為更深的 31.5 元，屬於技術重要防線，而向上首要挑戰是 50.9 元，若能企穩此區，將有機會再上望 55.5 元。不過，最新 RSI 僅42，動能仍處於觀望邊緣。你會怎樣看小米這波走勢？會否在43元至45元之間整固後再度發力，或者只是虛火一閃，很快會回測支持位？在產品部署方面，4月9日提及的小米相關衍生工具表現亮眼。匯豐牛證69317與瑞銀牛證68659兩日分別錄得 33% 與 30% 升幅，國軍與匯豐認購證亦分別升 21% 與 24%， 在波動市中成功捕捉反彈空間，證明靈活部署仍有可觀回報。若你看好小米短線回穩向上，建議留意匯豐認購證15580，行使價 50.04 元，擁有全場最低日價與引伸波幅，槓桿達 4.42 倍。國軍認購證13119，行使價相近，波幅亦屬低水平，適合偏短炒者。至於牛證方面，匯豐牛證69317與摩通牛證64009，收回價分別為36元及 36.5 元。實際槓桿達 5.41 與 5.78 倍，同樣主打高槓桿低日價組合，適合搏短線反彈的進取型投資者。相反，若你對目前升勢信心不足，認為只是高位回吐前的假突破，則可考慮認沽或紅證部署。摩通認沽證14706，行使價 38.83 元。槓桿 3.72 倍，波幅合理，適合穩健式對沖。法巴認沽證14739，則主打低波幅，屬防守部署的不錯選擇。紅證則可以留意瑞銀紅證62033，收回價52元，槓桿 5.28 倍。目前市場對小米看法仍有分歧。一方面其電動車板塊與 IoT 佈局被視為長線增長亮點，但另一方面，高位回吐與科技板塊輪動，仍可能令股價短期波動劇烈。你認為小米能否守住43元關口，還是將進一步調整尋底？留言告訴我們你的部署策略，也別忘了追蹤港股窩輪 Jenny 賬號，緊貼更多即市熱股的牛熊證與窩輪機會。